姜濤倫敦出征，件乾濕褸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佢答嗰句我自己都唔知。姜濤神回應大馬傳聞。各位巴斯打安好，今日我哋直擊大師兄姜濤嘅最新動態。姜濤首個人巡回 show 倫敦站將會喺呢個月13號喺英國舉行。今日11號晨咁早6點15分，姜濤坐住架黑色7人車到咗機場，現場一早已經有幾十名姜糖攞定晒應援物喺度等，機場方面都唔敢怠慢，派咗成10個保安喺度睇場。今日姜濤個打扮真係好英倫風，佢戴住頂杏色帽、太陽眼鏡，口罩就梗係黑色啦，着住件卡其色乾濕外套，孭住個黑色背囊落車。哇，學歌仔！一見到送機班粉絲，姜濤表現得好有禮貌，不斷同大家揮手 say hello， 跟住就直入禁區。大家睇返現場，機場方面真係大陣仗，單係保安都出動咗接近10個，喺貴賓徑入口一字排開。姜濤雖然想低調，但助手手上嗰2大箱行李真係想唔望都難，話晒係去倫敦開首個海外 solo show。入面肯定裝滿晒戰衣同舞台道具啦。現場睇到姜濤孭住個黑色背囊，成個文青大師兄咁款。雖然佢包到實一實，但成個人嘅姿態好淡定，行路嗰陣直情有陣味散發出嚟啊！咩味啊？雷達又吹水啊？唔係吹係真，感覺到有一種成熟嘅星味氣場，好穩。最精彩就係中間有個小插曲。有姜糖問佢5月係咪去馬來西亞開 show， 姜濤竟然親自回覆話：我自己都唔知嘅，幾時啊？呢份真性情真係令現場班姜糖又驚又喜。講返嗰句，我自己都唔知嘅，呢個回應真係令好多人喺度斷章取義。有人話姜濤係大懵大師兄，連自己個時間表都唔知，但我睇法就唔同啦。呢份真性情姜糖最中意。你諗下，有個粉絲問佢5月會唔會大馬見？如果係普通藝人，可能只係笑笑口唔答就算，但姜濤係直接反問翻轉頭，呢份雙向溝通真係幾暖心。其實馬來西亞一直都係姜濤好重視嘅市場，就算暫時仲未有官宣，呢份大馬情緣已經夠晒班姜糖幻想一大輪。究竟係公司賣關子，定係粉絲太心急？留言話我知你哋點睇。睇到呢份機場直擊，真係感受到嗰份姜濤力量。雖然係清晨6點幾，但班姜糖已經攞定晒嘢喺度等。呢份詳情真係冇得頂。特別係姜濤今日嗰套卡其色乾濕褸，粉絲大讚型到爆，未飛到英國就已經成身英倫氣場。雖然佢包到實一實，但成個人顯得好有精神，舉手投足都有一種準備好出戰嘅氣勢。我睇返網上面，班姜糖直情係興奮到爆燈，一見到大師兄出發就即刻留言，話好期待呢次倫敦首站，係咁叫偶像加油，熱情爆燈。見到佢喺 social media 寫 See you in London， 就知佢已經準備戰鬥模式，成個氣場係穩中大火。大家如果有咩祝福語想送俾大師兄，記得全部寫晒落去留言區分享下。你哋見到大師兄呢份聲味有幾興奮？話我知。雷達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下條影片見。